好，爱到家下变数个谈下，咩去困过诶？好，爱到一下爱强下来变数做下。冇问题。给人先来去整理呀，水槽细物搞本做。哦，谈起来有变过水槽嘅经验咯。有啊，我咱分享哦，像呀整理呀水槽，我准备好清洁嘅工具，再后来呢，我用呀清水，让所有嘅东西冲一下，很有记得咯。水槽嘅东西我先拿起来，再后来呢，就会用呀清洁剂，还有吹刮布捞起出枪里，前面用清水捞啊，全部冲枪，安尼就做得嘞。哦，懂厉害呢，唔讲到懂详细。冇啦，因为头排有看过名录嘅样片啊，就攞佢學起來咧。哦，好，佢呀吹刮布含個清潔基本，好，冇問題。愛去整理碗盤。哦，既然做得老外講呀，碗按樣板來整理較啲檔冇？冇問題呀。好，也條碗盤呢，洗好嘅時節愛留佢冰啲沥水嘅解，搬佢走。韓國記得愛搬開來冰哦。好。安尼下尾走，韓國呢，等佢條完全走嘅時間，愛照佢條嘅態勢，韓國用途分類。安尼下一擺愛用嘅時間，就較好清，咪較好整理。安尼我要學到一課了哦。冇唔錯。韓國呢，係講係洗塊嘅，洗好過後呢，愛拿強力嘅布，韓國做下嘅紙巾呢，同佢條出強力出走。我記得咯，做唔得直接用入去快桶，也係塗上地度，因為呢，佢條下濕嘅地方，它會上固。哦，我頭排都直接用入快桶地度誒，原來用會有冇咪生問題哦？係啊，也條快本同埋用入去快桶地度。冇問題。好，跟住條一下來變微波爐。阿明，也換檸檬水本同埋放入去微波爐底度，加熱2分鐘。韓國我記得咯，加熱過後唔好直接攞一個檸檬水拿出來，我本佢嘅水氣啊，啲底杯留2到3分鐘。因為呢，佢嘅水氣做得本一個油嘅邊緣，韓國還做得清楚出現。前面呢，將拿一個布同佢出啦。安尼微波爐就會變到動槍力。哦，難聽哦，也係啞巴講你什麼？冇錯，唔用啲啞巴係家事達人啊。聽眾朋友可能你講就啲嘅，跟我嚟試看啦。好。好，跟我哋一下來整理冰箱。冰箱底度嘅食物啊，咪係愛天氣整理，希望底度嘅東西食物漸抽得，會行下會快啲。韓國呢，咪下會浪費冰箱嘅天。好，來整理冰箱。好，嚟看啦。冰箱用唔會涼啊？唔講嘅乾。一罐涼水唔會冰呢？真嘅呢？係啱嚟看一下插頭。好啊。係好嘅啊！冰箱快睇哦！可能係哦，冇我請一個當會裝冰箱嘅人來裝好誒。哦，係以前強摘好教嘅學種，也係好題目。唔係啦，係我頭排有熟識嘅細妹嘅朋友哦，佢動槍呢。唔過細妹人，他少做一種頭路誒，咁會冇專業。其實可以下能力咯，老細嚟細妹都冇相關嘅啦，最主要係佢嘅能力有啦。我應該按你講嘅，排寫。當作以後誒，嚟等打電話搶佢來收。好啦。